好啦，乡亲啊，看拄则这个报道，咱看到好消息，就是台湾东洋药品摕到德国新冠疫苗的代理权，但是也未当欢喜收早，这个当中也是有未少的问题要来解决，包括讲这支疫苗在做人体试验的时阵，亚洲人敢若占4%，而这款的状况下试出来的疫苗，台湾人敢适用咧？也阁有德国这支疫苗真贵。 甲世界其他国家比起来，咱自文的数量3000万剂，相对较少，这个计数敢负担会起咧？另外，这个疫苗必须伫个负70度的状况下来储存甲运送，台湾的技术敢做会到咧？这拢是先爱解决的问题。 全世界拢忙讲新冠疫苗会使赶紧上市，目前全世界4间大厂开始进入第3期人体试验，未曾完成，就大家烧钱买。生技厂台湾东洋嘛抢到德国公司 BNT 的疫苗代理权，上海大供应量会使到3000万剂，只是这支疫苗临床试验的人数43000多人，亚洲的人敢若占4%，咱台湾人的体质敢会喊？ 疫苗来讲，因为它在学理上面并没有人种差异的那一种顾虑，它能够表现出同样的一个抗体反应这些的话，我想这个应该就可以了。目前疫苗介绍为每剂10几块美金到30块美金，拢有甲算算的上贵，爱台票857块，台湾敢真正负担得起？ 价格部分，我们一定会参考国际市场的价格哦，不会让我们社会吃亏，或让我们政府吃亏。 就算介绍我到台疫苗，无论是保存还是运送，拢爱保持至少零下70度。台湾的技术嘛是关键。合作的厂商可以协助我们做负70度C 的这个运送。那在储存的部分，我们考虑可以透过自建，或者是有合适的合作对象。台湾好像以前没有这样子需要很低温的保存的一个运送的过程，所以，到底要怎么去分配这个疫苗？以后就是也需要有一个相关的配合。 目前疫苗来源有真济，有国产的，有 COVAX 平台，甲民间的药厂引进的多元的疫苗，对医界来讲会使分散风险。不过唔通袂记的，即马全世界所有疫苗拢还未完成第3阶段，疫苗拢阁需要经过食药水的审查，变数悠然真济，评估嘛需要搁较谨慎的。